镜头锁登来台湾，要来讲秋天是梅将军这种的病菌上会生出的季节。讲今年有可能会爆发到大流行，5岁到15岁囡仔上会得到。梅将军会来引发到肺炎，严重者会并发到脑炎，甚至来死亡。医生提醒家长，囡仔若是扫真久扫袂好，过来发烧，一定要带去予医生看。 囡仔扫无停，国台朋友这位5岁查囡仔嘛是安尼，原本以为只是单纯的感冒，所以一直发烧，剧烈的干燥，还有大量肺积水，带伊治疗3礼拜才退烧，才发现讲原来是微浆菌，就是要把这个肺的水引流出来，不然这个小朋友就会呼吸急促，非常的不舒服，甚至会有生命危险。 微浆菌肺炎每3天到5天就大流行，就要用这个红霉素来治疗。估计有7成的病患竟然出现抗药性，会换其他的抗生素，比如说4环霉素啊之类的，是有别的药物可以使用。但是在过去这些药物都不是梅浆菌感染的首选，所以日后这样的状况，也许就要考虑抗药性的问题。 严重有可能并发脑炎、皮肤病变、致死死亡。微浆菌肺炎容易伫这季节交替的时阵，5岁、15岁之间有喙烂、亲密接触传染，症状包括着呼吸道感染、扫袂好，还有痰、发烧。提醒家长要特别注意。刷来进入流感的高峰期，原本是10月初要注这公费流感疫苗，今年延后11月15起咧分配注射。 国小到高中学生、医术人员、生子，16月初8是65岁以上的长者，甲学龄前的囡仔。109年是1月初是其他的公费对象。